由中嘉宽平三冠龙相处青举办的主播夏令营的活动，今年第一场甲东区的大同国小来合作。每一位参加学生拢是热爱乐读的资优学生。今年的主题就定做与不可思有约，新时代的小小主播营。7月10号、11两天，伫个中嘉宽平相处青大楼来举办。活动内容丰富又个多元。2天的课程有专业的摄影团队对摄影的基本技巧、口语的训练、到新闻的写作、梳妆化妆等。每一位小朋友拢亲身经历，透过不断的练习，自我组织的思维甲表达的观点。最后的重头戏，就是每一位小朋友徛伫个主播台进行播送，展现家己的表达甲自信的能力。大家好，我是林宏典，欢迎收看7月11日礼拜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中嘉宽平三冠王双子星举办2023年新世代主播夏令营活动，2天的课程丰富有趣，让参与营队的同学更认识媒体。大家好，我是陈志英，谢谢大家的收看，下次再会。主办单位中嘉宽平三冠龙相处青总经理陈建春，甲大同国小的校长李淑珍表示，促成这届双方的合作。一方面，因为了解大同国小伫咧推广小小的主播有真好的成绩以外，另外校方为了奖励对乐读资优的学生，嘛特别安排甲不可思有约新世代小小主播营。很高兴中嘉宽平三冠王双子星今年度所办的第一梯次主播夏令营的活动，可以跟我们台南市东区的大同国小来合作。那每一位小朋友在这2天的活动下来呢，大家都收获满满。那从媒体识读一直到主播的化妆技巧，还有我们制作新闻节目的流程等等，都获得了相当深入的认识。中嘉宽平三冠王双子星呢，未来也会持续来举办这样子有意义的活动，那可以让我们的媒体识读以及正确的这个媒体制播的技巧呢，可以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刚刚来的时候，看到你们在做小小主播的体验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很像是小主播一样，非常的赞。有的呢非常的有自信，有的是笑容满面。我觉得呢，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展现，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那么呢，我们能够有这2天的一个体验活动呢，校长也要谢谢我们中嘉电视台呢，能够提供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服务。我们先掌声，谢谢他们。双方首次合作就得到不少奖项，希望未来双方会用有更加深的合作甲参访。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